5名年齡介乎30到47歲嘅死者都係紮鐵工人，原本要去羅湖懲教所開工。佢哋同屬一個地盤嘅工友喺車禍之後趕到現場。死者嘅家屬其後亦都陸續抵達了解情況。其中一名死者嘅父親馮先生就話：佢個仔係屋企嘅經濟支柱，原本完成埋今日嘅工作之後就收爐，賺多啲錢過年，但而家就願望落空。好慘啊，知唔知啊？基本上就一個經濟支柱，個個都係後生仔，我20零30歲，應該重罰。你唔會話3、2年要放過佢，唔得，因為佢飲醉酒揸車。工人嘅二判對事件亦都感到難過，表示會盡力協助死者家屬。唔發生咗，法律途徑我會去追。我首先我會揾我承建商攞筆錢應急，做咗呢5個身後事，再點個辦法由入法律去搞，揾律師㗎。佢又話：車禍之後，其他工人都冇心情開工，現時已經暫時停工。行政長官曾蔭權朝早亦到車禍現場了解事件，慰問死者親友。有死者嘅家屬表現激動。點解咁重型車輛啊？車死人啊！飲醉酒都係判2年監，又揸個車後再車死個啊！下一個陳生，你賠翻個親人俾我啊！運輸署署長點做啊？你要幫下手嘛？你係香港嘅經濟最緊要嘅龍頭，你係大佬，你係特首，你都唔幫手。我一定幫手。法例咁簡單，你都唔會立咁重型嘅車輛。法例啲腳例都話可以改啊，不及時嘢。我都叫個女唔啱就改啦。你教我噶，做好份工，你做呢份工好唔好啊？真係我求你，我鬼佬求你好唔好？我求你啊！你俾我睇我啊，好唔好啊？你可以咁樣縱容你嘅手下啊嘛，局長，運輸署局長咁寬鬆呢個法例，我喺度大家向所有駕車者做一個懇切嘅呼籲，邊個飲親酒嘅時候一定係就千祈唔好駕車，累人累己。我哋幾個月之前，我哋啲法例咧已經加嚴咗，係駕駛醉酒駕駛嘅時候咧，如果係死咗人嘅時候咧，我哋最高刑罰可以咧就係坐監10年嘅，另外吊銷牌照嘅。我哋講呢件事幹發生之後，我一定會嚴肅會跟進。曾蔭權又話，社署嘅職員已經同死者家屬接觸，提供協助同輔導，希望佢哋唔會受到太嚴重嘅打擊。